佢上邊嘅認同啲闺女底下係見來見事行嚟，就當到素材含有人工嘅硬創，為鼓勵大家去體驗。唔過係講為佢嘅天生嘅硬邊，唔單止為克服強國嘅心理，也提啲咪為咗住天嘅要求，所以參加嘅人就限那少咧。就係界對高雄民眾來解，客家是新內設計師王慈源，基本帶出動後做氛圍發通，5年前就開始接觸攀岩過後，唔單強加兩類所嘅工作嘅壓力，咪潛意嘅去學習攀岩嘅知識，兩下還老當到將去學嘅人提出來克服強國嘅心理，下對其實一個過程當中發現到咧冇強弱嘅人生實質。它的安全所順等十日為前鋒嘅無出天然嘅社會力來辦來拿，一步一步去工作。以下嘅王慈源就將地圖應用嘅去到大概是成了按個標定嘅十日，可以來動簡單，其實係挑戰地心引力同人嘅體能。其實它算是有危險性的運動，但是它也可以相對，如果你兩個人的合作方式很契合、有默契的話，你默契是。你知道對方他是全神關注在你身上，不管你是在攀爬或是你在確保。跳那麼他都跳那後背鬼神賽到無見的王慈源，到其實也已經有5年嘞，朋友都知道佢係動態但沒什麼嘢。可能係此時啲美濃客家中，天天加把接觸太刺激，沒可能係上來就唔見過。上班下連那名人都為樣嘅10日，簡單槍好挑戰，客家享受大擺等過後，重新看世界嘅國土。爸爸搞藝人啊，就唔會講做事情，慢慢做就好誒。因為我爸爸想要兒子啦，但是生的就是女兒啦。所以他教育我們方式不會是像對待小公主這樣。跟一般女生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她還蠻髒的，就是她不介意在戶外活動會把身體弄髒這件事情，很多女生都會介意。你可以看得到一些晴天的素材，晚下總體嘅王慈源係一個少女設計師，是啲傾城記的嘅商業設計兩者，無日無夜應加班，前穿到咧生活品質同設計嘅理念實現身體咧，一下佢現在可以脫離工作室，強調環保建材同簡單的設計工藝，為打造舒適嘅生活空間。能夠不要拆除的東西，我們保留下來，再看怎麼樣去美化它。那可能因為跟我在鄉下看到那些，就我阿媽他們家，比如說一個椅子壞了一隻腳，他拿一個鐵條綁着，用鐵絲捆了，他繼續用。那很幸運的，我這些屋主他們都能夠接受。你可以就是稍微這樣子拱一下手，讓自己卡住。對，然後身體往右倒，對，就是這樣。離開嘅固定嘅辦公室，每老行下到嘅時間，落成推廣嘅設備。王慈源還出嘅挑戰，未有一條所在有名嘅設備，兼擺起企，唔但將自己嘅工作壓力，同時面對大自然當中得到創造嘅能量，心肝調度咩動歡喜。下個新聞番茄上陳鳳美新北市報道。早選第南頭就是兩財叉重新提轉為超載10別叉，首選之下是冇其他人強衝手，嗰個之後強係關係。